老师，林任、韩祖，各位前贤晚安。恭送正道歌，君不见，绝学无为贤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，无名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生即法身，法身觉了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，五音浮云空去来，三毒水泡须出没，正实相无人法，刹那灭却阿鼻业。若将妄语狂众生，自招拔舌成沙劫，顿觉了如来禅，六度万行体中圆。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无水莫问网络不顺，乃成声音不清楚。日分明破一无不是，我是老晚人，做行政诸行来决定好真身肯自己网络不顺了，先退出来，再重新进入看看。是来场的六班没有办法按呢。请见过的看网络不顺被退出来了，重新连进去，不容易的，按不下去了，没有反应了，得来不易啊，有法宝都要珍惜啊。你看网络不顺啊，不能上，不能连接，得来不易啊。你看伺服器连线失败，那也无法使用啊。怎么会遇到这个那样无法使用？退出再重新进入看看，按不进去了，没有办法按了。刚刚念正道歌，永嘉大师正道歌。
多劫曾为人辱些回生死有无虑，荣辱和忧喜入生然曾不忧畏蓬松，网络不顺啊，也声音不家正常。去安居的共一切法不同，住相着两见的虚空，是意界不自无为，超直入本莫愁莫，尽琉璃皓月，我能诸至他终不竭，出于今和借诸心地故云霞体同相别乎一孤不虚实，如为宝藏心中记，不增不断忘了无相空，空即是如来真实相，无碍都是界万象自圆非定，不达空多我，茫茫荡荡招浊病亦然，以内忘取理人了，贼此灭功德之行，是以参先入见。网络不顺啊，要被弹出来了，通话中断了，哎呀，不容易啊。再出来然后重新连看一看，不容易，没有反应，得来不易啊。那你竟然会造成没有办法使用。显示无法使用了。通常要10-20分钟哦。以前念心经的弥勒救苦真经，10几分钟就好了。念正道歌那念10分钟左右了，10几分钟哎，有念15分钟的哎。按那个网址按不进去了，没有反应了。
不容易啊。显示说没有办法连线。会呀。
較早去暗崁開去啊，去暗崁開。